很多人都想不通，水星离地球这么近，探测难度反而比火星甚至更远的行星还要大。其实核心原因就一个，它离太阳实在是太近了。而我们去火星、木星这类外侧行星，是顺着太阳引力的方向往外飞，相当于被太阳顺势带了一把，比较省力。但要去水星，等于从地球往里飞，迎着太阳强大的引力靠近，天然就更难，更消耗燃料。再加上太阳辐射极强，设备很容易被烧毁，所以人类探测水星的任务屈指可数。只有1973年的水手10号、2011年入轨的信使号成功抵达，而欧日联合的贝皮克伦托号在2018年发射，原本计划2025年入轨，结果因推进器故障而推迟到2026年11月，现在还在飞行途中呢。我们能登月、探火星、飞掠冥王星，却在这颗最近的行星面前屡屡受限。在轨道力学里，水星真的比很多遥远星球都更难抵达。